现代第一版圣经使徒行传第2章。五旬节的日到，门徒拢聚集伫一所在。忽然有声对天顶来，亲像透大风，充满因伫坐的规间厝。阁有亲像分开的火舌对因出现，歇伫逐个人的顶面。因拢受圣神充满，照圣神予因的才能，开始讲别种语言。迄时，有一寡虔诚的犹太人对世界各国来，住伫耶路撒冷。听到即个声响，众人就拢聚集活来，因为逐个人听到门徒用因的本地话对因讲话，煞戆去。因着惊搁奇怪，讲：你看，遮个伫讲话的，敢毋是拢加利利人？咱哪会听到因拢用咱逐个人住的所在的语言伫讲话？咱遮个帕提亚人、米底亚人、伊兰人，以及对美索不达米亚、犹太甲加帕多家、本都甲亚细亚、弗鲁加甲邦菲利亚、埃及甲我郡古尼内的利比亚地区来的人，嘛有对罗马来的出外人，内面有犹太人甲改宗入犹太教的人，阁有希利得人甲阿拉伯人。咱竟然听到因拢用咱在地的话，讲起上帝所做伟大的代志。大家着惊搁戆影，问来问去，这是甚物代志？有人啼笑讲：这人是啉新酒得醉。这时，彼得甲11个使徒徛起来，大声对众人讲：犹太人甲所有住伫耶路撒冷的人，恁着知，注意听我的话。这人毋是照恁所想得酒醉，即阵才早起时9点。其实这就是先知约珥所讲的。上帝讲：伫将末的日子，我要将我的神摒落去予所有的人。恁的囝、查某囝会讲预言，恁的少年人会看见异象，恁的老人会做梦。搁伫遐个日，我嘛要将我的神摒落去予我的仆人甲女婢，因会讲预言。我要伫天顶显出奇事，伫地上行神迹，有火、火甲烟雾。伫主大搁荣耀的日来临以前，日头会变做乌暗，月变做亲像血遐尼红。迄时，所有求叫主的名的人，拢会得到救。以色列人，恁着听这话，照恁所知，上帝通过拿撒勒人耶稣伫恁中间行权能、奇事甲神迹，来对恁证明伊是上帝所指派的。上帝照伊有定的旨意甲计划，将耶稣交予恁。恁用无律法的人的手，将伊钉伫十字架顶，甲伊杀害。上帝甲伊解除死的痛苦，予伊搁活，因为死无法度甲伊控制。大卫捌记伊讲：我看见主不时伫我的面前，伊伫我的正边，予我袂动摇。因为安尼，我的心欢喜，我的舌快乐，我即个会朽烂的肉体会靠仰望来活。因为你袂甲我放杀伫阴府，嘛袂予你的圣者朽烂。你已经指示我活命的道路，予我伫你的面前充满欢喜。各位兄弟，关系先祖大笔的事，
我好胆甲恁讲，伊已经死，搁埋葬啦。伊的梦今仔日还伫咱遮。伊是先知，知上帝有对伊严肃应允，要对伊的子孙任命一个做王来坐伊的宝座。大卫先看出即个代志，关系基督的国话有讲，伊无受放杀伫阴府，伊的肉体嘛无朽烂。即位耶稣，上帝已经有互伊国话，咱拢是即项事的见证人。伊已经受高升到上帝正边，搁对爸领受所应允的圣神。伊现在将即位圣神摒倒来互阮，就是恁现在所看见、搁听见的。大卫毋捌上天，毋过伊讲：主对我的主讲，你坐我的正边。听候我互你的对敌屈服伫你骹下。所以以色列全家着较实在，恁甲伊顶十字架这位耶稣，上帝已经任命伊做主、做基督啦。众人听到这个话，心亲像雨刺插着，对彼得甲其他的使徒讲：各位兄弟，阮应该做甚物？彼得对因讲：着悔改，大家人拢着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礼，互恁的罪得到赦免，就会领受上帝所赐的圣神。因为这个应允是要互恁甲恁的子孙，以及一切地方的所在的人，就是咱的主上帝所呼召来归依的人。彼得阁用真济话出来做见证，劝勉因讲：着救家己脱离这个邪恶的世代。对安尼领受伊的信息的人，拢受洗礼。迄日信徒大约加添3000人。因全心领受使徒的教示，参与团契生活，擘饼祈祷。使徒行真济奇事神迹，引起众人敬畏的心。所有的信徒拢做伙生活，所有的物公家用，阁袂加产财物，照逐个人的需要分互大家。因逐日同心合意伫圣殿聚会，搁伫一家一家擘饼，用欢喜诚心做伙啉食，上赞上帝，搁得到众人欢喜接纳，主将得救的人日日加添福音。